從聖經真理點亮生命，從心靈故事啟迪人生。靈命日亮，每日與你同心同行。各位弟兄姊妹平安，願此刻讓聖靈光照我哋嘅心，幫助我哋明白聖經嘅真理，並且實踐合上帝心意嘅人生。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主題係出死入生。我哋先聽一聽歌羅西書3章1至4節嘅經文啦。第一節，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那裏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邊。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上帝裏面。第4節，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他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裏。心材呢一種結構元素係指樹幹中央部分嘅木材。雖然佢係死去嘅細胞，不過只要樹幹外層嘅活細胞完好無損嘅話，心材呢就唔會腐爛或者失去強度。心材嘅結構係由纖維所造成，而呢啲纖維呢係透過一種稱為木質素嘅化學黏劑緊密結合。而當中嘅堅固程度呢，可以媲美鋼鐵㗎。呢一種結構元素令到樹木能夠承受自然界嘅種種考驗。而當保羅勉勵歌羅西信徒要活出復活嘅生命嘅時候，或者佢都可以用心材呢一個比喻嚟闡明得救者點樣被更新轉變。喺歌羅西書嘅3章3節，保羅話：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上帝裏面。保羅就將我哋比作死了，就咁驟耳嚟聽呢，就或者會令人沮喪嘅。但係如果從復活嘅觀點嚟睇呢，就能夠領會呢一番說話所蘊含嘅盼望。上帝轉變咗我哋已經死去嘅內心，藉着復活嘅主耶穌，佢嘅大能可以堅固我哋，使到我哋能夠承受人生嘅試煉。我哋過去嘅內在本質就好似樹木嘅心材一樣，已經死去。不過我哋係上帝獨特嘅創造，佢更新咗我哋，使到我哋喺基督裏成為新造嘅人。就正如使徒行傳17章28節新普及譯本嘅經文咁樣描述：我們是在他裏面生活、行動和存在。喺樹木嘅構造裏面，我哋可以見到一個生動嘅比喻，指出我哋喺基督裏嘅生命。好感謝上帝，使到我哋能夠出死入生。各位朋友啊，當明白樹木心材嘅比喻，讓你對上帝有啲乜嘢新嘅認識啊？你要點樣領受並且回應上帝改變生命嘅大能呢？歌羅西書3章3節提醒我哋：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上帝裏面。邀請你，我哋一齊禱告主啊！親愛嘅上帝，我祈求你堅固我內在嘅生命，就係藏喺你裏面嘅生命。奉主耶穌基督之名祈求，阿門。靈糧透視，保羅喺佢所寫嘅書信當中，經常提到信耶穌嘅人已經向罪死了。喺羅馬書6章5至6節，保羅提醒信徒
和合本修訂版嘅經文翻譯話：我們若與基督合一，經歷與他一樣的死，也將經歷與他一樣的復活。我們知道我們的救人和他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隸。因着耶穌嘅死，罪唔再能夠繼續轄制我哋。我哋活着嘅目的唔再係為咗滿足自己嘅慾望或者肉體嘅私慾，因為我哋服侍嘅係另一位主，亦都就係基督。我哋嘅罪已經得到赦免，並且你同我喺佢裏面活着。佢藉着被釘喺十字架上，清除咗我哋永遠無法償還嘅罪債。嗱，呢度咧並唔係意味住我哋唔會再犯罪啊，而係喺掙扎嘅過程當中，上帝會幫助我哋，改變我哋，使到你同我越嚟越似佢。求聖靈幫助我哋好好活好今天，繼續靠主前行。如果你對今日嘅內容有所共鳴，邀請你可以轉載同其他人分享。另外，我哋靈命日糧嘅網上專頁已經換上新裝啦。除咗每一日能夠閱讀同埋聆聽靈命日糧嘅信息之外呢，我哋亦都有定期更新嘅最新專題系列。嗱，你會見到不同嘅主題，例如認識聖經主題啦。點樣可以將聖經嘅教導實踐喺日常生活當中啊？我哋作主真正嘅門徒又係點嘅呢？點樣可以實踐主耶穌俾我哋嘅大使命啊？同時我哋亦都有天路系列，陪住你探索聖經真理，盼望能夠幫助你讓改變生命嘅聖經智慧成為你每一日易懂易得嘅幫助。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嘅話，邀請你可以上到去 odb.hk 靈命日糧事工瀏覽。同時，好想邀請你可以繼續為我哋事工喺人手以及經濟方面禱告，讓我哋一齊踏上信心倚靠上帝嘅功課。願上帝賜福與你。